气象署已经解除海上甲陆上警报，除了金门宣布顶部是停班停课，本岛的部分山区嘛有停班停课的状况。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统计，伫咧风台期间是拢总有1个人失踪，112个人受伤。 用柳风台离开台湾向中国行去，气象署伫8时透早5点半解除陆上风台警报，早起8点半解除海上风台警报。这边用柳风台经过台湾，风雨影响正明显的是拜三，造成真侪灾情，也有正危险的场面。海边用一阵一阵拍画边，男子当穿暴露有船兵器，船主唔惊大兴来跳去水下要去救船，好加在做人斗3工，做伙甲船救起来。 伫拜三太马里的市区风正透，风力有到14级，就连建筑物也挡袂牢。伫大路顶看到看铁皮的车库，互风台规掀开，为了正惊人。 有一寡所在因为安全的考虑，宣布拜四停班停课。除了金门拜四早起停班停课半天，另外高雄桃园区3个里、屏东县满洲乡、顺利乡、苏文村、台东海端乡海端村、新武部落、木乐村加利道村，也有一寡学校也拢宣布停班停课。 整体的天气大致上都是比较回稳，各地上面以多云到晴为主，但是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，还是要留意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展。中部这一带以及各地山区的午后雷阵雨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较大雨势出现。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到拜三暗8点，用柳风台总共造成1个人失踪，112人受伤。失踪的是就义区布地好美里海沙堡的钓客，各方坐步落去海，不过因为风影甚大，搜救困难。 目前因为风场很大，但是这一海上搜救会。即摆惊讲伊的海水会满面。即摆咱林处长、林清宏处长真正这道伊个他全线封闭。气象署讲，风台登陆中国了后，强度正紧就降来。台湾附近即马主要是偏东风的风场，伫17进前天气拢算稳定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